对异乡游子来说，出外打拼，很多人忘不了的就是客庄妈妈的味道。而11节的感动时刻，就从今年开始，我们要带您快来品尝客家妈妈的私房料理。今天要教大家做的这一道呢，叫做苦瓜香肉。其实呢，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只要准备一些像是福菜、猪肉、青菜，最重要的是用鱼浆代替太白粉，口感就能香 Q 又弹牙。60岁的宝珠阿姨忙进忙出，她是台东关山田妈妈餐厅的一份子，而她拿手的苦瓜香肉，不只是台东人捧场，全家人也都赞不绝口。今天的客家好味儿，就要好好介绍这一味儿。今日要做的是跟苦瓜饮肉的哈，用那个苦瓜哈，有红萝卜、猪肉、胡菜，还有一点少许的鱼浆、葱跟芹菜，嘿。这样去搅拌。材料很简单，宝珠阿姨说，为了吃得健康，用鱼浆代替太白粉，另外再加入红萝卜丝，还有青菜，让6个小孙子可以多点营养。老婆做菜给你吃好不好？好吗？好哦。要让小朋友爱上这一味，通常他也会先穿烫过苦瓜，这样孙子就不会怕苦瓜太苦了。出自于爱的苦瓜香肉，只要把材料拌一拌，加一点点的糖，不用味精就会很美味。而搅拌也要注意哦，一定要有一点粘度，让肉馅不会掉下来，这样才会香 Q 弹牙。那个跟鱼浆搅在筋里会比较 Q。多久？差不多2-3分钟就 OK 了吧。搅拌好的食材再塞进苦瓜当中。宝珠阿姨说，苦瓜香肉一定要塞得满满的，入口才会觉得扎实。以前的有那个猪肉啦，有那个胡菜就一刀赞了呀，你那有像那么好，现在有这种的好吃，对啊。让小朋友吃业营养一点。有，嘿，自己做的还好啦，我们都是用糖。有妈妈味道的苦瓜香肉进入蒸笼，只要20分钟就可以出炉，香味四溢，肉汁更是鲜甜。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苦瓜。苦瓜肉哈，姐姐说什么？很好吃。很好吃哈。小孙子已经等不及要好好品尝了。这一家3代最爱的口味是宝珠阿姨承袭妈妈的好手艺，而现在媳妇儿也能够做出这样的美味，等到小孙子长大，也一直要传承下去。有啊，他也时常做啊，对，时常做来吃，因为小朋友都很喜欢吃，时常做。打工爸爸。用客家味凝聚家人情感的宝珠阿姨说，客家文化之美，她还会努力一棒一棒传下去。过水的苦瓜少了苦味，多了爱，再填满细细拌匀的肉馅，只为满足一张张嘟嘟小嘴，只为传承一段段客家之美。宝珠阿姨的用心，用音符，用美味，构筑纵谷里的感动时刻。